號智旺財。咁又選擇翻加程上嚟啊！其實之前呢，即係捉佢跑第二嗰場就係縮落去1200跑咯，咁輸俾鄉村樂韻。咁上翻嚟呢一里呢，我又覺得佢個考驗比較大啲啊！好多時見阿偉達咧搏殺啲馬咧，都係要落班嗰場先好，咁但係冇得再落班啦，已經係5班啊！呢隻智旺財啊，咁啊到目前為止都係失望嘅馬啦。真係喎，真係冇得再落啊！要再減少少磅啦嚇。今日出咗嚟呢，就擲咗4個提節嘅。10號千里如飛，反觀今季啊，艾少禮、霍宏星、潘明輝呢啲就表現就穩定啲，好啲啦。潘明輝距離佢即係暫時最好一季37場呢，我諗今季都好有機會就過嘅。希望呢場都增添一邊啦，位位扶持啊！好，紅燈亮起。進入今晚嘅第2場啦，5班嘅1650米熱門馬呢，都係較早前已經係對壘過嘅馬啦，譬如風雲啊、威威父子啊、朗日雪峰啊咁，所以大家刨落呢，其實都係睇嚟睇去都係過1-2條片咁嘅。好啦，完成好呢個點名工作啦，馬匹呢亦都陸續見到佢哋入閘。首先呢，就風雲灰馬嘅智旺財。新色馬型到爆，無極勇將，再嚟有朗日雪峰。朗日雪峰臨尾啲票數都幾勁啊，4.8。跟住係無敵精英，亦都順利埋。龍澤飛區，哇！朗日雪峰變咗大熱門添喎，臨尾啊3.4喎。好，入席嘅馬就唔多啦，剩翻呢就4隻，桃花多。千里如飛搞掂埋，交俾集前。閃亮老窩同埋碧海藍天，全部馬匹準備妥當2場賽事，5班1650，獨贏位置大熱，暫時係7，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快閘嘅馬中間灰馬呢隻智旺財喎，埋邊啊威威父子啊，內欄呢仲有無敵精英啦，外邊啊最出朗日雪峰啊走上去噶啦，大約跟住個4、5位出邊呢仲有龍澤飛區啦，中間第6位嘅馬咁啊有千里如飛啊，內欄紫色眼罩藍衫藍魔型到爆啦，風雲呢就跟人跑啊，咁啊再後邊嗰4匹馬啦，分別有桃花多、無極勇將啊，尾啊閃亮老窩暫時墊後係碧海藍天嚟噶，好啦咁啊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朗日雪峰嚟噶，智旺財係第2位啦，龍澤飛區第3啊，無敵精英啊跟住個第4，威威父子紅衫響第5位啊，內欄第6啦，藍衫藍帽仲係型到爆啦，出邊千里如飛啦，後邊5匹馬風雲藍眼罩尾5嘅，尾4內欄啊桃花多啦，後邊3隻無極勇將啦，閃亮老窩啦，暫時墊後係呢隻碧海藍天嚟噶，咁啊似乎成個馬群呢都拉得幾散喎，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都仲係呢隻朗日雪峰嚟噶，佢係目前嘅大熱門嚟噶。跟住喺第2位有智旺財啦，位置變動上面有喐動唔係好大嘅，外邊係龍澤飛區，內欄第4位呢，咁啊仲有呢隻無敵精英啊，第5位紅衫中檔威威父子啦，咁啊出邊走上去啦，藍眼罩黃帽有風雲啊，埋邊紫色眼罩型到爆，後邊嘅嘛千里如飛桃花多閃亮老窩無極勇將包咗落尾，仲係碧海藍天嚟噶，入征最後直路啦，朗日雪峰仲有少少嘅優勢啊，智旺財就越逼越近嘅咯，中間龍澤飛區追啦，外邊威威父子爆落去亦都有反應噶，後邊嘅嘛風雲亦都外邊追咗少少，最後100零米，智旺財走甩咗1個身位都穩操勝券噶啦。第2嘅嘛係呢隻威威父子啊，第3呢咪有型到爆同埋內欄桃花多需要影相啊。結果今場賽事哇都跟得幾急嘅喎，呢隻智旺財咁，但係末段呢就已經將後邊嘅對手爆甩晒嚟贏噶啦。威威父子跑翻個第2，第3名呢型到爆咁啊，壓住咗入邊嗰隻桃花多啊。增程1650。打開勝利之門啦！智旺財喺布文胯下12倍贏馬嘅，跑第2名，後尾成為咗即係5.4倍嘅威威父子啦。第3名好接近啦，中間紫眼罩型到爆，同埋入邊桃花多要影相。布文啊贏馬啦，拍住偉達，增程成功啊！智旺財。咁啊，今季偉達呢嚟到呢一場21場頭馬啦。暫定名次9號、4號，第3、4名要影相啊！3、4名型到爆，桃花多要爭啦！我哋睇重播。贏位置大熱，暫時係7，準備。
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快閘嘅馬中間灰馬呢隻智旺財喎，埋邊啊威威父子啊，內欄呢仲有無敵精英啦，外邊啊最出朗日雪風啊走上去㗎啦，大約跟住個4、5位出邊呢仲有龍澤飛區啦，中間第6位嘅馬咁啊有千里如飛啊，內欄紫色眼罩藍衫藍帽型到爆啦，風雲呢就跟人跑啊，咁啊再後邊嗰4匹馬啦，分別有桃花多、無極勇將啊，尾啊閃亮老窩暫時殿後係碧海藍天嚟㗎，好啦咁啊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朗日雪風嚟㗎，智旺財第2位啦，龍澤飛區第3啊，無敵精英啊跟住個第4，威威父子紅衫響第5位啊，內欄第6啦，藍衫藍帽仲係型到爆啦，出邊千里如飛啦，後邊5匹馬風雲藍眼罩尾5嘅，尾4內欄啊桃花多啦，後邊3隻無極勇將啦，閃亮老窩啦，暫時殿後係呢隻碧海藍天嚟㗎，咁啊似乎成個馬群呢都拉得幾散喎，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都仲係呢隻朗日雪風嚟㗎，佢係目前嘅大熱門嚟㗎。跟住喺第2位有智旺財啦，位置變動上面有喐動唔係好大嘅，外邊係龍澤飛區，內欄第4位呢，咁啊仲有呢隻無敵精英啊，第5位紅衫中檔嘅威威父子啦，咁啊出邊走上去啦，藍眼罩黃帽有風雲啊，埋邊紫色眼罩型到爆，後邊嘅馬千里如飛桃花多閃亮老窩無極勇將包咗落尾仲係碧海藍天嚟㗎，入征最後直路啦，朗日雪風仲有少少嘅優勢啊，智旺財就越逼越近㗎咯喎，中間龍澤飛區追啦，外邊威威父子爆落去亦都有反應㗎，後邊嘅馬風雲亦都外邊追咗少少，最後100零米，智旺財走甩咗1個身位都穩操勝券㗎啦。第2嘅馬係呢隻威威父子啊，第3呢咪有型到爆同埋內欄。翻嚟睇下第3名張相啦，就中間紫色頭罩嘅型到爆嘅導線先，入邊桃花多第4嘅。睇完相就睇下預計派彩啦，第2場啦。咁啊，而家第一名呢就係9號嘅智旺財啦，獨贏派127蚊，位置派37蚊。第2名係4號嘅威威父子，位置派19個半。第3名係11號嘅型到爆，位置派26蚊。第4名係8號嘅桃花多，連贏4搭9派268蚊。位置 Q 4搭9派90蚊，9搭11派130蚊5號，4搭11派62蚊。2重彩9號4號順序派631蚊，3重彩9號4號11號順序派3523，單 T 係派608蚊嘅。賽事個總時間1分40秒08。呢個智旺財今日增程其實早段都跟得急㗎，翻到嚟係彈甩贏2個馬位啊！跟得急啲啊！佢又埋到去，又幫到佢咯。本身佢都有時有啲口啊，所以過往唔可以望空跑啊。今日又好啊，出咗嚟，跟住朗日雪風就帶住佢跑啊，變咗佢係跟得幾順咯。後尾朗日雪風一注飛成為咗大熱門，但係今日翻到嚟就散晒啦。好似你咁講，可能都係快呢個步速啊。都搶得幾散。又係贏谷草啊，偉達都係谷草叻啲嗬，叻好多。布文同埋即係近排啲頭馬都係谷草夾住有布文比較多啊。總算贏翻場啦嚇，之前都失望咗一輪嘅。睇下嗰隻風雲嘅起步係咪都比較曳啲先啊？係咯，咁後嘅比想象之中啊。不過都追得唔係太好啊。而家睇下4連環嘅預計派彩先，4號、8號、9號、11號派3297蚊。4重彩預計派彩9號、4號、11號、8號順序派72905蚊。咁啊，即刻睇翻巡邏影片啦。風雲啊7檔啊，藍眼罩一起步，有少少挨擦，都有俾佢嘅，咁但係就即係2下啫。咁睇翻前邊啦，智旺財嗰啲竹啦，無敵精英入邊誒騎住霸住好位，咁所以出邊朗日雪風呢，都轉到第一個彎中間度啦，佢就已經埋到欄㗎啦。咁啊出邊龍澤飛區俾人頂住喺3碟啦，咁但係翻到嚟佢都輸唔遠嘅。跟住千里如飛拍住型到爆啦，風雲呢就原本喺2碟尾5嘅位置，內欄就桃花多，無極勇將後邊就未閃亮老窩，同埋包咗落尾就碧海藍天。布文話咧，快啲埋啊，大佬，有少少捉得論盡㗎，埋咗你就好啲啦。咁啊，跟住啫放頭馬走啦，咁啊走翻順啲嘅智旺財，龍澤飛區嘅外碟冇乜所謂嘅，今日走2碟應該，威威父子都係走2碟嘅。
埋邊係型到爆啦，咁啊跟住千里如飛啦。風雲就喺開邊啲走規都未係好穩定啊。係，都佢係未係話好熟嘅，諗住佢可以即係跟到前啊，用到啲即係前置嘅跑法啫，結果話做唔到啊。出閘慢咗，跟住無極勇將一撞佢咁啊，跟住啊落後咗啦已經。跟住又中段走添。呢度選擇開始走上嚟，咁三碟咁威威父子潘明輝見到你走，咁佢唔想俾你冚啊，梗係拱埋你出去啦。咁結果呢度都五碟咯。出得就唔會係，即係嗰度出得招又唔係三碟噶啦係啊，因為就好立心走得好快上嗰去，但係又唔得。其他馬就埋邊追下啦，桃花多。隔離埋型到爆啦，型到爆。無極勇將都係叫攬翻上嚟啫。但係佢18佢又唔好，但係你睇佢1650啊，得個攬字都幾麻煩嘅咁樣。翻到嚟都復榜完畢，派彩作實啦。位置 Q 嘅派彩4搭9派90蚊，9搭11派130蚊5號嘅，4搭11係派62蚊。二重彩9號4號順序派631蚊。4連環4號、8號、9號、11號派3297蚊。四重彩9號、4號、11號、8號順序派72905蚊。馬步派彩頭關7號、尾關9號，正獎派652個半。頭關7號、尾關4號，安慰獎派41個半。第二場嘅分段時間，頭段27秒49，第二段23秒71，第三段係24秒99，末段係23秒89嘅。賽事總時間1分40秒08。